離婚手續未辦完，我偷偷凍結佢所有資產。前夫仲同新歡瘋狂揮霍，收到欠債通知先發狂。我冷淡睇住，遲早露宿街頭。我撳咗落去，700萬，分三筆轉走晒，戶口剩返個零頭，夠我聽日買個菠蘿包做早餐。手機靜咗唔夠30秒，又開始震。今次係陳浩然用漫遊數據打嚟嘅視像通話。我睇住屏幕上面嗰張相，係我哋結婚嗰年影嘅。佢笑得好開心，攬住我條腰。我着住條紅色連身裙，頭髮仲係長嘅。我撳咗接聽，畫面一開，我見到陳浩然企喺一間酒店大堂，背景係金碧輝煌嘅水晶燈，但佢成個人狼狽到不得了，恤衫皺晒，頭髮亂晒，眼肚深到好似一個禮拜冇瞓過覺。佢一見到我，即刻爆粗：林慧儀，你係咪黐線㗎？你知唔知我喺巴黎？你凍結晒啲卡，我連酒店都 check out 唔到。我望住佢，慢慢將手機放喺飯台上面，自己坐低，仲斟咗杯水慢慢飲。陳浩然，你喺巴黎關我咩事？佢呆咗一呆，然後更激動。你係我老婆，法律上仲係。我笑咗笑，原來你仲記得我係你老婆㗎。畫面旁邊突然探出半個頭，梁婉婷嘅臉出現喺鏡頭入面，佢都冇好得幾多，化咗妝容咗一半，眼線化開似熊貓，頭髮紮到亂晒龍。林小姐，佢搶住講，你唔可以咁㗎，浩然同你已經辦緊離婚，你仲凍結佢啲錢，你知唔知我哋喺外國好彷徨㗎？我望住佢，梁小姐，你手上隻戒指呢？梁婉婷下意識縮咗縮手，但已經嚟唔切。佢左手無名指上面嗰隻3卡鑽石戒指閃閃發亮，喺酒店大堂嘅燈光下格外刺眼。300萬，我慢慢講，你手上嗰隻戒指300萬，你而家話我知邊個俾錢？梁婉婷面都白晒，縮返去鏡頭後面。陳浩然即刻將鏡頭擰反正。林慧儀，筆錢係我嘅，我中意點使就點使。你嘅，我抬高少少聲。陳浩然，你公司係我同你一齊捱出嚟㗎。頭3年，我朝朝6點起身同你對數，夜晚12點仲喺度覆客。嗰時你話公司有我一半，而家你發達啦，就話全部係你嘅。佢窒咗一窒，但仲要死撐。你係全職師奶，邊有做過嘢？我冇做過嘢。我笑出聲。你公司第一張單係我搵我舊同學搭線攞返嚟嘅。你第一間寫字樓係我用我阿媽留低層樓做抵押借錢租嘅。你第一部車係我賣晒我啲首飾先夠錢俾首期。我每講一句，陳浩然塊面就白多一分。而家你同我講呢啲嘢全部係你嘅，佢口窒窒。但係我哋已經分居。我撳停佢。7日之前你先同我講離婚，今晚你同我講分居。陳浩然，你當我傻㗎？畫面旁邊又傳來梁婉婷把聲：浩然，唔好同佢嘈啦，我哋諗辦法返香港先。你收聲。陳浩然轉頭鬧佢：你唔係話你識律師㗎咩？你搞掂佢啦。梁婉婷扁住嘴：我邊有識律師？
係你話搞得掂你老婆。我聽住佢哋兩個喺鏡頭面前嘈交，覺得成件事滑稽到極點。我將杯水飲完，然後望住鏡頭，陳浩然，我同你講多次，你而家用嘅每一毫子都係我哋嘅共同財產，我唔准，你就一毫子都用唔到。佢指住鏡頭，手指震晒，你信唔信我告你？告我？我笑得好溫柔。你告我咩？告我保護自己嘅財產。你借嗰300萬係用夫妻名義借㗎，債主係銀行，要還錢嘅係我同你一齊還。你拎筆錢去買戒指俾第二個女人，你覺得法院會幫邊個？陳浩然終於靜咗落嚟，佢望住我，眼神由憤怒變成慌張，然後係一種我從來未見過嘅恐懼。阿姨，佢突然軟化，你唔好咁，我哋有話慢慢講，你有話同我講。我望住佢，7日之前你同我講離婚嗰陣，有冇問過我想唔想？你執行李搬去梁婉婷屋企嗰陣，有冇同我講過一聲？你帶佢去歐洲之前，有冇諗過我呢7年點樣對你？陳浩然終於講唔出聲。我望住鏡頭入面呢個男人，忽然覺得好陌生。佢係我17歲就識嘅人，係我嫁嘅第一個男人，係我以為會行到老嘅人。但係佢而家企喺巴黎嘅酒店大堂，頭髮亂晒，身邊企住另一個女人，求我解凍佢嘅錢。我將手機拎起，望住佢。陳浩然，你聽清楚。佢擘大眼望住我。你今次去歐洲，總共使咗幾多錢？佢擰頭，我唔記得。你唔記得？我幫你記，我逐筆數出嚟。機票2張商務艙12萬，酒店7日6夜28萬，餐廳、購物、玩樂、雜項大約40萬，再加埋你借嗰300萬買戒指，總共380萬。陳浩然塊面由白變青，380萬。我重複一次，你話俾我聽。你邊度嚟咁多錢？佢嘴唇震咗震。我公司，你公司上個月先結咗數，淨利潤得70萬，你邊度變300幾萬出嚟？陳浩然終於崩潰。我借㗎，我同財務公司借。我笑咗，邊間財務公司？佢唔出聲。你唔講我都查得到。我慢慢講，陳浩然，你而家欠落一身債，仲要帶個新女友去歐洲豪花，你覺得返到香港，你公司啲股東會點睇你？你唔好亂嚟，我亂嚟。我望住佢，我由頭到尾都冇亂嚟過，亂嚟嗰個係你。我撳熄咗視像，手機屏幕黑咗嗰一刻。我聽到陳浩然尖叫咗一聲，阿姨，我由得佢嗌，成間屋靜晒。我望住四面牆，呢間1000尺豪宅係我親手揀嘅裝修，每一塊磚，每一盞燈都係我同陳浩然一齊去揀嘅。但係佢帶第二個女人去住酒店，嫌呢間屋悶。我企起身，行入主人房，衣櫃入面，佢嘅衫仲掛喺度，西裝、恤衫、領呔，全部整整齊齊。佢最中意嗰條深藍色領呔，係我送嘅30歲生日禮物。我拎起條領呔，摸住上面嘅絲質布料，然後我將佢掉入垃圾桶，行出廳。我喺梳化底揾到一樣嘢。一個鞋盒，我打開，入面係一沓舊相，
有我哋拍拖嗰陣嘅，結婚嗰日嘅，仲有亞比出世嗰年嘅。亞比係我哋個仔，3歲嗰年發高燒走咗。自從亞比走咗之後，陳浩然就變咗，佢開始成日唔返屋企，開始嫌我悶，開始覺得呢個家冇溫度。我摸住亞比張相，佢着住件黃色小背心，笑得好開心。亞比，我細細聲講，媽咪會好好過。我將相簿放返入鞋盒，擺入行李箱。聽日我就搬走，但係搬走之前，我仲要見一個人。我打開手機，撳入一個好耐冇聯絡嘅號碼，陳浩然阿媽，即係我奶奶鄭秀芬。電話響咗2聲就接通。喂，亞兒，奶奶把聲好意外，咁夜打嚟嘅。奶奶，我叫得好順口，叫咗7年。改唔到口，我有啲事想同你講。咩事啊？係咪浩然佢？浩然佢帶咗個女人去歐洲，使咗幾百萬，而家俾人追債。電話嗰邊沉默咗5秒，然後奶奶把聲沉晒。亞兒，你講真㗎？我講真。我拎出其中一張偵探相，雖然奶奶睇唔到，但我照講，佢同個叫梁婉婷嘅女人一齊買咗隻300萬嘅戒指。300萬，奶奶吸咗口氣，佢邊有咁多錢？佢借嘅，而家仲未還。奶奶再沉默多陣，然後我聽到佢細細聲講咗句：我個仔點會變成咁？奶奶，我打嚟淨係想話你知，我同浩然辦緊離婚，佢嘅事以後唔關我事。亞兒，奶奶突然叫住我，你等陣，你唔好衝動，我聽日返香港，有啲嘢要同你講。咩事？電話講唔清楚。奶奶語氣好凝重，總之你等我。唔好簽任何嘢，唔好做任何決定。我皺眉頭，奶奶，亞兒，你信我一次。奶奶把聲有啲震，有啲嘢。浩然佢一直呃緊你。我手揸住手機，僵咗喺度。奶奶從來都係幫住個仔㗎。呢7年每次我同陳浩然有拗撬，奶奶都叫我要忍。要讓，要顧全大局。佢今次竟然話陳浩然呃我。奶奶，你講清楚，我聽日到埗打俾你。奶奶講得好急，記住咩都唔好簽。浩然有嘢瞞住你，好大件事。佢掛咗線，我企喺客廳中間，手仲揸住手機，耳邊得返嘟嘟嘅忙音。陳浩然有嘢呃我，除咗梁婉婷，仲有咩？我望向窗外，雨已經停咗，但天仲係黑沉沉。手機屏幕又亮起，今次係銀行send嚟嘅通知。尊敬的客戶，你有一筆跨境匯款已成功發出。我望住嗰700萬嘅轉賬記錄，忽然覺得呢700萬可能只係冰山一角。奶奶話好大件事，到底有幾大？我將手機放低，行入廚房，打開雪櫃，入面仲有半煲湯，係7日之前陳浩然同我講離婚嗰晚我煲嘅。我拎出嚟聞一聞，仲未變壞。我倒咗一碗，坐喺飯台面前慢慢飲。湯已經凍晒，但味道仲喺度。我望住碗湯，諗起好多年前，我同陳浩然仲住劏房嗰陣，佢病咗，我煲湯俾佢飲，佢飲完話：亞兒，你煲嘅湯係全世界最好飲嘅。而家佢同第2個女人喺巴黎食緊米芝蓮。我飲完碗湯，
洗好紙碗，放返原位，然後我走入房，執好行李。聽日，奶奶會返香港。聽日，我會知道陳浩然究竟呃咗我啲乜。但係今晚，我淨係想好好瞓一覺。我躺喺張床上面，望住天花板盞燈。呢盞燈係我揀嘅水晶吊燈。陳浩然話太貴，我話結婚一生人一次，貴少少冇所謂。而家我一個人瞓喺呢張床上面，盞燈照住我，冷清清。我合埋眼，準備瞓，手機突然又響。我睇一睇，係一個陌生號碼，歸屬地顯示法國巴黎。我冇接，佢再打。我將手機反轉，然後我聽到 WhatsApp 嘅通知聲，我忍唔住撳開，係陳浩然 send 嚟嘅一條語音訊息。我撳咗播放，佢把聲好慌、好急、好亂。背景仲隱約聽到梁婉婷喺度喊：阿姨，我求你解凍啲錢，聽日我有好緊要嘅事要處理，關乎到我哋，關乎到公司嘅事，你唔可以咁。你如果唔解凍，我哋全部人都會死。佢講到最後嗰句，聲音近乎尖叫。我望住條訊息，眉頭越皺越緊。關乎公司嘅事，全部人都會死。陳浩然，你到底搞咗幾大鑊嘢？我撳熄咗手機，但瞓唔着。天花板盞水晶燈照住我，我擘大眼望住佢，一直望到天光。天光嗰陣，我先合着咗一陣。8點鐘就俾門鐘聲嘈醒，我着反件神褸去開門，企喺門口嘅竟然係陳浩然個家姐陳浩之。佢着住成套香奈兒套裝，手挽住個鱷魚皮手袋，一見面就黑口黑面。阿姨，你搞咩呀？我阿媽話你凍結晒浩然啲錢。我側身讓佢入嚟，家姐，坐低先講。佢冇換鞋就踩入嚟，坐喺梳化上面翹起腳，望住我嘅眼神好似審犯咁。我阿媽尋晚收完你電話，成晚瞓唔着，今朝6點機返香港。佢老人家咁大年紀，你忍心？我斟咗杯水放喺佢面前，家姐，係浩然佢先。我唔理邊個先，陳浩之撳停我。總之你而家即刻解凍啲錢，俾浩然返到香港先慢慢傾。我望住佢，忍咗啖氣。家姐，佢帶第2個女人去歐洲，使咗幾百萬。呢啲嘢你知唔知？陳浩之面色變咗變，但依然死撐。男人之嘛，邊個冇行差踏錯過？你俾條生路佢行，返到嚟佢自然會知錯。佢借財務公司300萬買戒指俾個女人，呢筆債要我還價，咁你咪叫佢還咯。陳浩之提高聲，但你唔可以凍結晒所有錢。浩然佢公司仲要周轉價嘛？我望住呢個所謂嘅家姐，覺得好笑。7年嚟，佢從來都冇幫過我講一句說話。每次陳浩然有咩唔啱，佢都話男人係咁㗎啦，你忍下啦，做女人要大度啲。而家佢細佬帶第2個女人去豪花，佢仲叫我忍。家姐，我慢慢講，我唔會解凍。陳浩之企起身，林慧儀，我同浩然嘅離婚手續仲未辦完，法律上我仲係佢太太，佢使嘅每一毫子，我都有權過問。佢借嗰筆債，銀行會追我，佢公司有咩問題，股東會揾我，佢搞出嚟嘅禍，
邊個咩？係我咩？陳浩之指住我鼻哥，你忘恩負義。浩然養咗你7年，佢養我笑咗。家姐，你細佬第一桶金邊個幫佢搵？第一間寫字樓邊個幫佢頂？你話我聽，邊個養邊個？佢呆咗喺度，嘴唇喐咗幾下，最終講唔出聲。我打開大門，家姐，你返去啦，我等奶奶返嚟。陳浩之死死地氣行出門口，臨走前轉頭望住我，阿姨，你唔好後悔。我關埋道門，成個人靠住門板滑咗落地。我唔知自己頂唔頂得住。陳浩之只係第一個，之後會有更多陳家人上門，佢哋會一個接一個咁勸我、逼我、鬧我，直到我讓步為止。但係我唔會讓。我企起身，入廚房整咗個簡單早餐。啱啱咬咗啖多士，門鐘又響。今次係陳浩然公司個會計。佢企喺門口，面有難色。沈太，公司出咗啲事，想問你拎份文件。咩文件？陳生之前用公司名義借咗筆錢，但係我哋查過記錄，嗰筆錢好似冇入過公司戶口。我眉頭一跳，幾時嘅事？3個月前，亞美遞份文件俾我，呢度有借貸記錄，陳生簽咗名，蓋咗公司印，但筆錢唔見咗。我接過份文件，睇咗幾行，心越嚟越沉。300萬，又係300萬。陳浩然3個月前已經用公司名義借咗300萬。但呢筆錢完全冇入過公司賬目。亞美，呢件事仲有邊個知？淨係得我。我上個禮拜對數先發現，本來想問陳生，但佢已經去咗歐洲。我捏住份文件，手指關節發白。你唔好同任何人講，等我處理。亞美點頭走咗。我坐返喺梳化，將份文件攤開睇清楚。借貸公司係一間叫富利財務嘅機構，借款人係陳浩然，擔保人係公司。借款日期係3個月前，3個月前，即係佢識梁婉婷之後冇耐。我腦入面閃過好多畫面。3個月前，陳浩然開始成日唔返屋企食飯。開始話公司好忙，開始夜夜凌晨先返。我以為佢真係忙，仲煲湯留俾佢。原來佢忙住同第2個女人一齊，忙住借錢。我將份文件收起，放入我個保險箱。手機又響，今次係陳浩然公司個合夥人張生。阿姨，浩然仲未返到嚟。公司份文件好急，張生，我打斷佢。我問你一樣嘢，咩事？浩然3個月前係咪向財務公司借過錢？電話嗰邊突然靜晒。張生，阿姨，張生把聲好猶豫。呢件事，我本來唔想講，但係你講。3個月前浩然同我講，話公司要周轉。借咗筆錢，但係後來我對數，發現筆錢冇入過公司戶口。我問佢，佢話係私人用途，會自己還。佢還咗未？張生嘆咗口氣，而且最近有2間供應商打嚟追數，話浩然拖咗佢哋幾個月嘅貨款，加埋應該有百幾萬。我閉上眼。300萬加百幾萬，再加歐洲嗰300幾萬，加埋差唔多成千萬。陳浩然，你究竟搞咗幾大鑊？張生，我吸氣，你幫我拖住啲供應商，
話俾佢哋知公司會盡快找數。浩然嗰邊我搞掂。阿姨，你真係搞得掂，搞得掂。掛線之後，我坐喺梳化發咗一陣呆，然後我撳入陳浩然個號碼，電話響咗一聲就接聽，佢把聲又急又慌。阿姨，你終於肯聽我電話，你解凍啲錢未？陳浩然，我打斷佢，你3個月前借嗰300萬去咗邊？電話嗰邊突然冇聲，你仲拖住供應商100幾萬貨款，係咪？你點知？我係你老婆，你公司嘅數我全部睇過，我慢慢講，你話我聽，筆錢去咗邊？陳浩然沉默咗好耐。然後我聽到佢細細聲講，我投資咗喺邊？一間新公司，婉婷介紹嘅，話好有前景。我聽到婉婷2個字嗰陣，成個人凍晒。你將300萬交俾梁婉婷去投資，佢話一定賺。陳浩然，我打斷佢，你識咗佢幾耐？3個月，你識咗佢3個月，就將300萬交俾佢，佢冇出聲。間公司叫咩名？叫創世紀投資。我撳住額頭，忍唔住笑出聲。創世紀投資呢個名咁流，一聽就知係騙局。陳浩然，你有冇查過間公司嘅底？婉婷話，梁婉婷話。我重複佢句說話，佢話你就信。你有冇睇過份合約？有冇查過公司註冊？有冇問過律師？佢又沉默。你俾人呃咗？我直接講唔會㗎。婉婷，佢呃你，我斬釘截鐵。佢介紹間空殼公司俾你，你擺300萬入去，而家筆錢凍過水。佢再叫你買戒指，去歐洲，全部係想喺你發現之前鬥盡你啲錢，唔會㗎。婉婷，佢好錫我，佢錫你，我忍唔住大聲咗少少。佢錫你嘅錢咋？你而家欠成千萬債，你睇下佢仲會唔會錫你？電話嗰邊傳來梁婉婷把聲，佢喺旁邊喊，浩然，你唔好信佢，佢想拆散我哋，佢妒忌我哋。我聽到陳浩然猶豫嘅語氣，阿姨，你可能誤會咗，我誤會。我深呼吸，好，你咁同我講，你而家即刻叫梁婉婷將你嗰300萬拎返出嚟，你話俾佢聽你周轉唔到，要筆錢救命。你睇下佢拎唔拎到？陳浩然冇出聲。你試下，我講。你而家試。我聽到佢同梁婉婷講，婉婷，你嗰邊筆錢可唔可以？浩然，梁婉婷把聲尖起嚟，筆錢已經落咗定期，拎唔到㗎。你信我，過多幾個月就賺返。定期。我插嘴，梁小姐，你間創世紀投資係邊間銀行做定期？你講個銀行名出嚟。梁婉婷窒咗一窒，我唔記得。你唔記得？300萬你唔記得擺咗喺邊？總之信我啦。我由得佢哋2個喺電話嗰邊嘈，然後撳熄咗通話。我靠住椅背，覺得好攰，但係我同時覺得好清楚，梁婉婷由頭到尾都係個騙子。佢睇中陳浩然有錢，亦耳仔軟，就埋身黐住佢，然後逐啲鬥走佢啲錢。而陳浩然為咗呢個女人，竟然願意同我離婚。我望住天花板盞水晶燈，忽然覺得盞燈好刺眼。手機又響起，今次係奶奶。
阿姨，我到咗機場，而家出緊嚟，奶奶，我去接你，唔使，我直接去你屋企，有啲嘢我要親口同你講。我應承咗，然後掛線。半個鐘之後，奶奶鄭秀芬到咗，佢比上次見面老咗好多，頭髮白晒，眼肚腫腫地，睇嚟真係成晚冇瞓。我開門俾佢入嚟，佢換咗鞋，行入廳，望住間屋四周圍。阿姨，佢把聲好沉，你知唔知浩然點解會變到咁？我搖頭。奶奶坐低，由手袋拎出一個文件袋，放喺台面。呢度有啲嘢，我本來諗住帶入棺材都唔講，但係而家你應該知。我望住個文件袋，心跳加速。奶奶，入面係咩？奶奶打開文件袋，拎出一沓紙，我接過嚟睇咗幾行，成個人僵住。呢個係浩然3個月前去做嘅體檢報告。奶奶閉上眼，佢唔知我攞咗。我逐行睇落去，手越嚟越震。我擘大眼望住奶奶，奶奶點頭。佢腦入面有粒嘢，醫生話可能影響佢嘅判斷力同情緒。浩然佢呢幾個月嘅決定，未必係佢自己想㗎。我望住份報告，腦入面一片混亂。陳浩然腦入面有腫瘤，佢變晒，嫌我悶，同第二個女人一齊亂使錢、亂借錢，全部因為佢病咗。我抬起頭望住奶奶，佢知唔知？奶奶搖頭。醫生話要進一步檢查。佢做完檢查之後就冇再覆診。我估佢唔想面對。我捏住份報告，心入面五味雜陳。呢一刻，我唔知自己應該嬲，應該擔心，定係應該點。我只係知道，成件事比我想象中複雜好多，複雜到我唔知自己仲應唔應該嬲佢。我望住份體檢報告，手指一直喺度震。腦部 MRI 顯示，右側葉區域有異常陰影，大小約2.3厘米，建議進一步專科跟進。呢幾行字我睇咗3次，每一次都覺得個心沉多一分。奶奶坐喺對面，雙手交搭放喺膝頭，眼紅紅望住我。阿姨，我知浩然對你唔住，但係佢呢幾個月嘅行為，你話我聽，一個正常人會唔會識咗個女人3個月就將300萬交俾佢？我冇出聲。佢以前唔係咁㗎。奶奶把聲好細，佢以前幾精靈，幾識諗，點會忽然之間變到咁懵，咁容易俾人呃？我將份報告放反落台面，深呼吸咗一下。奶奶，你幾時拎到呢份報告？上個月。奶奶抹眼淚。我去佢屋企幫手執嘢，喺佢書房個櫃桶底見到。我本來想即刻話你知，但浩然嗰時已經同你嘈緊交，我怕你怕我更加嬲佢。奶奶點頭。我諗住等佢自己同你講，點知佢一直唔講，仲越搞越大鑊。我望住台面份報告，又望住奶奶。你同佢講過未？奶奶搖頭。我唔敢。佢呢排脾氣好差，我一提睇醫生佢就發火。阿姨，你話我知，而家應該點做？我冇即刻答佢。我企起身，行到窗邊望出去，外面天色灰蒙蒙，好似就嚟落雨。我望住街上面啲人來來往往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煩惱。而家我嘅煩惱多到攬唔晒，
陳浩然有病，可能影響判斷力。佢啲荒唐決定，未必完全係佢嘅錯，但係佢傷害我嘅嘢，全部係真實發生過㗎。佢同我講離婚嗰晚嘅眼神，好清醒。佢執行李搬走嗰陣嘅決絕，好清醒。佢帶梁婉婷去歐洲之前，仲特登返屋企攞埋佢本護照。嗰日佢望住我，笑住講：亞兒，我出趟差。佢講大話嗰陣都好清醒。我轉過身望住奶奶，奶奶，呢件事我會處理，但係我需要時間。奶奶企起身，行埋嚟捉住我隻手。亞兒，你唔好怪佢，佢有病，我冇怪佢。我望住奶奶，但係佢我，瞞我，傷害我。呢啲嘢唔會因為佢有病就消失。我需要諗清楚，我應該點樣面對佢。奶奶張口想講嘢，最終淨係點頭。我送奶奶走之後，一個人坐喺梳化度，手機不斷有訊息彈入嚟，有陳浩然嘅，有梁婉婷嘅，有陳浩之嘅，有張生嘅，全部人喺度追我、逼我、求我，我一個都冇覆。我由手袋拎出份離婚協議書，重新睇一次。原本嘅條款係陳浩然俾我50萬。我放棄所有財產分割權利，呢份嘢係佢律師議嘅，佢叫佢秘書拎俾我簽，連親手交俾我都懶。我拎起支筆，喺財產分割嗰一欄畫咗條線，然後我寫低幾個字，重新協商。我將協議書放返入文件袋，然後打俾我個律師，楊律師，楊律師。我份離婚協議書要改，沈太，你想點改？我要重新審視所有共同財產，包括公司股份、物業、存款同埋佢名下所有債務。楊律師沉默咗一陣，沈太，你確定？淡讓會拖長個程序。我確定。掛線之後，我打開電腦，開始整理陳浩然呢幾個月嘅所有開支記錄，銀行月結單、信用卡賬單、公司數簿，逐份逐份睇清楚。越睇個心越驚。佢除咗借財務公司300萬，拖供應商100幾萬之外，仲有幾筆細數，信用卡分期、私人貸款。仲有一筆50萬嘅現金提款，完全冇記錄去咗邊，加埋埋，總數超過1200萬。我撳住太陽穴，覺得頭好痛。陳浩然，你究竟將啲錢攞去邊？除咗俾梁婉婷鬥走嗰300萬，仲有咁多筆數，全部唔見晒。如果佢真係病到判斷力出問題，撳佢呢幾個月可能俾人呃咗唔止一次。我撳入陳浩然個號碼，電話響咗好耐先接。佢把聲沙晒，亞兒，你幾時返香港？我訂咗聽日機票，但係咩？我戶口冇錢，買唔到機票。我嘆咗口氣，我叫人幫你買。陳浩然呆咗一呆。你肯幫我幫你買機票，但你反到嚟要同我去做一件事，咩事？去醫院。電話嗰邊又沉默。你唔使問咁多，總之你反到嚟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，你肯去，我先至諗下解唔解凍啲錢。陳浩然猶豫咗好耐，最終細細聲講：好。我返嚟，我掛線之後，即刻叫秘書幫佢訂咗2張機票，一張佢，一張梁婉婷。我特登訂經濟艙，等佢兩個試下10幾個鐘屈喺細座位嘅滋味。
處理完機票，我仲未抖到氣，門鐘又響，我以為係奶奶返轉頭，點知開門一睇，企喺門口嘅係兩個西裝骨骨嘅男人。請問係咪林慧儀小姐？其中一個遞出卡片，我哋係富利財務嘅代表。我接過卡片，望住上面嘅字，心跳加速。我哋想同你傾下陳浩然先生嗰筆貸款嘅還款安排。佢本人聽日返香港，你到時可以直接揾佢。但係另一個男人皺眉，我哋收到消息，話陳生嘅資產已經俾人凍結咗。如果佢還唔到錢，我哋會採取法律行動。我望住佢哋兩個，忽然之間覺得好荒謬。陳浩然搞到一身債，而家債主上門追數，佢自己喺巴黎逍遙快活，留低我一個人面對。兩位，我慢慢講，我同陳浩然辦緊離婚，佢嘅債務原則上唔關我事，但係如果你哋要追，麻煩你等佢返到香港直接同佢傾。但係沈太，呢筆貸款係用夫妻名義借㗎。我窒咗一窒，係，佢借錢嗰陣係用夫妻名義，即係法律上呢筆債我有份。我閉上眼，你哋俾我3日時間。兩個男人對望一眼，最終點頭走咗。我關埋門，成個人靠住門板滑低。以前我覺得陳浩然係我嘅依靠，就算佢脾氣差啲，大男人啲，但起碼佢會搵錢養家。而家我先知道，佢唔止養唔到家，仲搞到一身債要我孭。我坐喺地下，望住天花板，手機又響。今次係陳浩之 send 嚟嘅長信息，我撳開睇咗幾行，大概內容係話我刻薄，話我無情，話我趁佢細佬有病夾埋外人害佢。佢點知陳浩然有病？我打返俾奶奶，奶奶把聲好無奈。我同浩之講咗少少，叫佢唔好再逼你，但佢好似誤會咗啲嘢。佢誤會咗咩？佢以為你知浩然有病，特登喺呢個時候凍結佢啲錢，想逼死佢。我聽完覺得成個心寒晒。陳浩之竟然係淡樣諗我。我凍結啲錢嗰陣，根本唔知陳浩然有病。我淨係想保護自己嘅財產，唔想俾佢同梁婉婷敗清光。但而家喺陳浩之眼中，我變成一個趁人之危嘅壞女人。我撳住額頭，覺得呢個世界好荒謬。明明係陳浩然出軌，借錢呃我，瞞我，到頭來變咗我嘅錯。我忍住氣打俾陳浩之，電話一接通，佢就搶住講：林慧儀，你仲好意思打嚟？我細佬病到咁，你仲要逼佢？家姐，我盡量壓住把聲。我凍結啲錢嗰陣，根本唔知佢有病。你唔知，你點會唔知？阿媽都話你知啦。奶奶尋晚先同我講㗎。陳浩之停咗一停，但把聲依然尖銳。總之你而家知啦。你仲唔即刻解凍？我解凍咗，然後呢？俾佢繼續俾梁婉婷呃錢，俾佢繼續亂借錢。你家姐，你聽我講一次，浩然佢有病，我知，但係佢而家身邊有個女人，專門呃佢錢。如果我解凍啲錢，佢返到香港都唔會去睇醫生。佢會繼續俾梁婉婷氹住去使錢，到時佢欠嘅債會更多，我哋全部人都孭唔起。陳浩之終於靜咗，我繼續講，
我要佢返嚟，帶佢去醫院，搞清楚佢個病有幾嚴重，然後再處理啲錢嘅問題。呢個先係幫佢嘅方法，唔係一味俾錢佢使。電話嗰邊沉默咗好耐，然後陳浩之把聲細反少少，你真係會帶佢睇醫生？我應承你。好，陳浩之嘆氣，我信你一次，但如果浩然有咩事，我唔會放過你。佢掛咗線，我將手機放低，望住自己雙手，呢雙手今朝仲喺度震，而家已經定返落嚟。我唔知自己幾時變得咁冷靜，或者係呢幾日發生太多事，我已經冇時間驚，冇時間喊，冇時間軟弱。我要處理陳浩然嘅病，佢嘅債，佢公司嘅問題，仲有梁婉婷呢個騙子，一件一件嚟。我打開電腦，輸入創世紀投資幾個字，搜尋結果彈出嚟。我逐個睇，呢間公司註冊咗半年，登記地址係一個商業中心嘅虛擬辦公室，董事得一個人，叫李志強。我將個名記低，然後再搜李志強創世紀，冇任何結果。我再搜梁婉婷創世紀，都係冇。但係我揾到一樣有趣嘅嘢，梁婉婷喺社交媒體上面嘅舊貼，半年前佢 post 過一張相，同一個男人喺一間寫字樓入面合照，背景有個招牌寫住創世紀投資，個男人唔係陳浩然。我將張相放大，睇清楚個男人嘅樣，呢個男人同富利財務個代表張卡片上面嘅名一模一樣。梁婉婷同財務公司啲人識得，我心臟狂跳，即刻打俾楊律師。楊律師，你幫我查一個人，富利財務嘅老闆同梁婉婷有冇關係？幾時要？而家即刻。我掛線之後，坐喺電腦面前望住梁婉婷張相，佢笑得好甜，攬住個男人條臂，寫住同拍檔一齊開創新事業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創世紀投資嘅董事係李志強，但係呢張相入面嘅男人明顯唔係李志強，咁呢個男人係邊個？我將張相 save 低，然後放大睇清楚佢胸口個名牌，好蒙，但隱約見到幾個字：富利財務，黃，富利財務，梁婉婷，陳浩然借錢嗰間財務公司。我關上電腦，覺得成件事開始慢慢串聯起嚟。梁婉婷唔止呃陳浩然嘅錢，佢可能由一開始就同財務公司夾埋，諗住鬥走陳浩然所有身家。但係有一樣嘢，我仲未諗通，陳浩然腦入面粒嘢，同呢件事有冇關係？如果梁婉婷真係由頭到尾都係騙子，佢點解會揀中陳浩然？佢點知陳浩然有錢？佢點知陳浩然易呃？除非有人通水。我望住窗外，雨終於落出嚟，豆大嘅雨點打喺玻璃上面，啪啪聲響。我諗起奶奶講嗰句，浩然有嘢瞞住你。我諗起陳浩然喺電話入面尖叫，全部人都會死。我諗起梁婉婷社交媒體上面張相，佢攬住個男人笑得咁甜，呢個男人係邊個？我拎起手機打俾私家偵探，幫我查多一個人，邊個？梁婉婷半年前嘅所有社交記錄，同埋佢同富利財務嘅關係。收到。我掛線，望住窗外嘅雨，呢場雨越落越大。
我隱約覺得我揭開嘅只係冰山一角。陳浩然嘅病，梁婉婷嘅騙局，富利財務嘅角色，仲有嗰個神秘男人，全部嘢好似一張網，越收越緊。而網入面嘅唔止係陳浩然，仲有我。第二日下晝4點，陳浩然同梁婉婷返到香港，我冇去接機，我約咗佢喺醫院門口等。佢落咗的士嗰陣，我差啲認唔出佢。7日之前仲係一個西裝骨骨嘅成功人士，而家成個殘到不得了，鬚根生到上腮，眼肚黑過墨斗，恤衫皺到好似鹹菜。梁婉婷企喺佢隔籬，都係殘咗一大截，冇晒之前啲相入面嗰種趾高氣揚。佢一見到我就嘴扁扁。林小姐，你終於肯放過我哋啦！我冇理佢，望住陳浩然。你跟我入去。陳浩然望住醫院棟大樓，面都青晒。阿姨，做咩要嚟呢度？你入到去就知。佢猶豫緊。梁婉婷即刻拉住佢隻手。浩然，唔好去。佢一定諗住害你。我望住梁婉婷，忍唔住笑咗。梁小姐，我老公入醫院檢查身體，你咁緊張做咩？除非你驚醫生會檢查出啲咩？梁婉婷面色一變，即刻收咗聲。陳浩然望下我，又望下梁婉婷，最終都係跟我行入醫院。我已經預約好腦神經科嘅專科醫生。陳浩然見到腦神經科3個字嗰陣，成個人僵住。阿姨，你入去做檢查。我推開診室道門，佢望住我，嘴唇震咗震。你知道？我點頭。奶奶俾咗你份舊報告我睇。佢成個曳咗氣啖，雙肩塌晒落嚟。入去啦！我細細聲講。陳浩然終於行咗入去。梁婉婷企喺走廊，雙手抱胸，眼神閃縮。我行埋去，企喺佢隔籬。梁小姐，浩然3個月前借嗰300萬，你用咗去邊？佢即刻彈開一步。關你咩事？關我事。我望住佢，因為筆錢係用夫妻名義借，仲未還。如果浩然還唔到，銀行會追我。你同佢就快離婚㗎啦。未離。我笑住講，法律上我仲係佢太太，佢欠嘅債，我有份還。你鬥走嘅錢，我有權追返。梁婉婷塊面白晒，但仲死撐。我冇鬥佢錢，筆錢係投資。我拎出手機，撳開梁婉婷社交媒體張相。你同呢個男人咩關係？佢望住張相，瞳孔放大。呢個男人係富利財務嘅人，啱唔啱？梁婉婷開始退後。我唔知你講咩，你由頭到尾都係同財務公司夾埋，鬥陳浩然啲錢，介紹佢投資，氹佢買戒指，帶佢去歐洲，全部都係局。你亂講。佢尖叫出聲，引來走廊其他人側目。我由手袋拎出一沓文件，係楊律師金朝勝俾我嘅調查報告。富利財務嘅實際股東有個叫黃志強嘅男人，你呢張相入面攬住嗰個就係黃志強。你同佢半年前已經一齊，你哋夾埋開咗間空殼公司，專揾啲有錢人落搭。梁婉婷面無人色，嘴不停打戰。你以為陳浩然有錢，點知佢其實大部分資產都喺我個名。你鬥唔到佢最大嗰筆，
就轉而氹佢借錢，借完一筆又一筆，加埋成千萬。你點知？我查咗你。我望住佢，梁婉婷，你最好而家講清楚，你仲有冇同其他人夾埋？佢嘴唇喐咗幾下，最後竟然笑出聲。林慧儀，你好嘢。佢收起晒之前嗰種楚楚可憐，眼神變得好尖。你查到我同黃志強，但你查唔到另一樣嘢。我皺眉，咩嘢？你以為得我一個想鬥陳浩然啲錢？梁婉婷向前行一步，壓低聲。你奶奶話你知佢有病，有冇話你知邊個介紹佢去照腦？我心跳漏咗一拍，介紹佢去照腦嗰個係陳浩之。梁婉婷笑得好陰，你估下陳浩之點解會介紹佢細佬去照腦？佢咁啱得咁巧，喺浩然開始亂使錢嘅時候，就帶佢去照。我成個人企定。你講咩？我冇講咩。梁婉婷退反一步，又變返嗰種楚楚可憐嘅樣。我只係話你知，你以為嘅真相，未必係全部真相。診症室道門打開，陳浩然行出嚟。面色蒼白到好似紙，醫生跟住出嚟，望住我，沈太，你可唔可以入嚟傾？我望咗梁婉婷一眼，跟醫生入咗診症室。醫生將最新嘅 MRI 報告放喺台面，沈生腦入面粒嘢，比3個月前大咗少少，但係我哋發現一樣嘢，咩嘢？醫生指住報告上面嘅某個位置，呢個陰影形狀有啲唔尋常，我懷疑可能唔係腫瘤。我心跳加速，唔係腫瘤，咁係咩？需要做進一步化驗。醫生皺眉，但係以我經驗，呢種形狀嘅陰影有可能係藥物引起嘅。藥物，某啲精神科藥物長期服用會影響腦部影像。醫生望住我，沈太，沈生有冇長期食開咩藥？我搖頭，我唔知。醫生嘆氣，你問下佢。同埋，如果真係藥物影響，咁佢呢幾個月嘅行為異常，未必關粒嘢事。我行出診症室，陳浩然企喺走廊，成個人縮埋一嚿。我行埋去，浩然，你同我講實話，你呢幾個月有冇食過咩藥？佢擘大眼望住我，冇啊。我身體好地地，你諗清楚。我捉住佢手臂，醫生話你腦入面粒嘢，可能係藥物引起。陳浩然塊面由白變青，藥物，我冇。佢講到一半，突然停低，點？我追問，佢望住我，眼神好迷茫。3個月前，家姐介紹我去睇一個中醫，話幫我調理身體。我食咗佢開嘅藥粉個零月之後就開始咩？開始成日覺得心煩，瞓唔着，做決定好衝動。佢摸住個頭，我以為係壓力大。我閉上眼。陳浩之介紹嘅中醫，陳浩之帶佢去照腦。陳浩之第一時間衝上嚟逼我解凍，所有嘢全部同陳浩之有關。我撳住額頭，覺得成個世界扭曲晒。我一直以為梁婉婷係最大嘅反派，點知背後仲有陳浩之。浩然，你仲有冇嗰啲藥粉？有，喺屋企。邊個屋企？我搬走嗰陣帶咗啲去婉婷屋企。我望住隔籬嘅梁婉婷，佢面青口唇白，明顯都聽到我哋講嘢。梁婉婷，你同陳浩之有冇關係？佢即刻擰頭，
我唔識佢，但係佢眼神閃縮。我拎出手機，係咪真係唔識？梁婉婷終於崩潰。我見過佢一次，佢嚟搵我，話俾我知浩然有錢，要我埋佢身。佢幾時搵你？三個月前。3個月前，即係陳浩之介紹陳浩然睇中醫嘅同一段時間。我終於明晒，陳浩之由頭到尾都係成件事嘅推手。佢介紹陳浩然食藥，帶佢照腦，搵梁婉婷埋身，再喺我面前扮好人。佢嘅目的就係要搞到陳浩然同我離婚，然後等陳浩然嘅財產落入佢手。但係點解？陳浩之係家姐，佢唔會分到陳浩然嘅身家㗎，除非我撳入陳浩之個號碼，電話響2聲就接通。家姐，你而家嚟醫院一趟，做咩？浩然檢查完，醫生有啲嘢要同你傾。佢沉默咗幾秒，關我咩事？關你事。我慢慢講，因為你介紹嗰個中醫開嘅藥有問題。電話嗰邊啪一聲斷咗線，我望住手機，心跳快得好緊要。陳浩之嘅反應證明咗我嘅推測。我轉頭望住陳浩然，佢企喺走廊，成個人震晒。阿姨，家姐，佢害你。我直接講，佢同梁婉婷夾埋，想搞到你同我離婚，然後鬥走你啲錢。陳浩然面如死灰，但係佢係我家姐，佢係你家姐，但係佢想要你啲錢。陳浩然成個跌坐喺走廊嘅凳上面，雙手掩面。梁婉婷企喺度，想走又唔敢走。我望住佢哋兩個，忽然之間覺得好攰。呢場局原來由3個月前已經開始布。陳浩之係主腦，梁婉婷係執行者，中醫係工具，而陳浩然係棋盤上面嗰隻棋。我都係，但係佢哋計漏咗一樣嘢。佢哋計漏咗，我唔會乖乖咁跟住個局行。我由手袋拎出電話，打俾楊律師。楊律師，幫我查一樣嘢。咩嘢？陳浩之嘅財務狀況，同埋佢同富利財務有冇資金來往？收到。我掛線，望住面前兩個面如死灰嘅人。呢個局，我先係最後嗰個玩家。楊律師嘅電話喺2個鐘之後打嚟。沈太，查到了。佢把聲好凝重。陳浩之過去半年有7筆大額資金存入佢私人戶口，總數大概400萬。邊個匯入嘅？一間叫宏利貿易嘅公司，登記地址同富利財務係同一棟商業大廈，董事亦都係黃志強。我企喺醫院走廊，一手揸住電話，一手揸住份調查報告，覺得成個人由頭涼到落腳。陳浩之同黃志強有金錢來往，400萬，半年之內，佢出賣自己細佬，換咗400萬。我轉頭望住坐喺走廊凳上面嘅陳浩然，佢仲維持住雙手掩面嘅姿勢，膊頭微微震緊。呢個男人呢幾日經歷咗太多，由天堂跌落地獄，又由地獄發現推自己落去嘅竟然係親家姐。我行埋去，坐喺佢隔籬。浩然，佢冇抬頭，把聲悶喺手心入面。阿姨，我係咪好蠢？我冇答佢。家姐由細湊到我大，我阿爸走得早，阿媽要返工，係佢湊我，睇我，教我做功課。我發達之後，第一時間買層樓俾佢住，每個月俾5萬蚊生活費佢。
佢終於抬起頭，雙眼通紅。我對佢唔薄㗎，佢點解要咁對我？我望住佢，由手袋拎出紙巾遞過去。佢接過紙巾，抹咗下塊面，然後望住我，阿姨，你係咪好憎我？我沉默咗一陣。我本來好憎你，我講真話。你出軌，你呃我，你嫌我悶，你要同我離婚。呢幾日我諗過好多次，我到底做錯咗咩？你要淡樣對我。陳浩然低下頭，但係而家我知，有啲嘢唔係你嘅錯。你俾人落藥，俾人呃，俾人擺布，你根本控制唔到自己。佢眼淚又流出嚟。阿姨，對唔住，你唔使同我對唔住。我望住佢，你而家要做嘅係同我去揾你家姐。陳浩然擘大眼，揾佢做咩？同佢對質。半個鐘之後，我同陳浩然去咗陳浩之屋企。佢住喺港島南區一個中產屋苑，1200尺，3房2廳，係陳浩然4年前買俾佢嘅。我記得嗰年陳浩然公司賺咗第一桶金，佢第一時間就話要買層樓俾家姐。佢話家姐湊大我咁辛苦，我而家有本事，一定要報答佢。報答到頭來換嚟背叛。我撳門鐘，陳浩之開門嗰陣面色好難睇，但仲要扮鎮定。浩然，阿姨，你哋做咩嚟？家姐，陳浩然打斷佢，你同我講，3個月前你介紹我食嗰啲中藥係邊個開嘅？陳浩之眼神閃過一絲慌亂，做咩突然問呢啲？醫生話我腦入面粒嘢，可能係藥物引起。醫生亂講。陳浩之即刻大聲，嗰個中醫好出名㗎，好多有錢人都幫襯佢。係咩？我由手袋拎出一份文件，呢間中醫館3個月前已經執咗笠，個中醫不知所蹤，連註冊都取消埋。你介紹浩然去嗰陣，知唔知佢就快執？陳浩之面頰抽搐，我點知佢會執？你唔知？我向前一步，但係你知唔知？呢間中醫館嘅業主係黃志強。陳浩之成個人僵住。黃志強即係富利財務嘅股東，即係梁婉婷嘅男朋友，即係匯400萬入你戶口嗰個人。我將銀行記錄遞到佢面前，陳浩之望住嗰幾張紙，成塊面由紅變白，再由白變青。你查我查所有人。我望住佢，你介紹浩然去食藥，等佢判斷力出問題。你帶佢去照腦，等佢以為自己有病。你搵梁婉婷埋佢身，等佢同我鬧離婚。你同財務公司夾埋，等佢借錢、使錢、欠債。陳浩然企喺我隔籬，成個人震晒。家姐，係咪真㗎？陳浩之嘴唇不停打戰，最終竟然笑出聲。佢笑得好大聲，好淒厲，笑到眼淚都飆埋出嚟。係，全部係我做嘅。佢指住陳浩然，你話對我唔薄，你買層樓俾我住，每個月俾5萬蚊我使，就當報答我。我湊大你㗎，我為咗你放棄咗去外國讀書嘅機會，我為咗你捱到30歲先結婚，我為咗你，我成世人嘅青春都嘥晒。陳浩然退後一步，但係我對你，你對我好。陳浩之笑到面容扭曲，你公司1年賺幾百萬，
你淨係俾5萬蚊我，你買層樓俾我，都係寫你個名，你根本就當我係乞兒。我企喺旁邊，望住呢個女人失控咁咆哮，覺得好荒謬。所以你同財務公司夾埋，想鬥走佢所有錢？係，陳浩之直認不諱，佢啲錢本來就應該有我一份。我湊大佢，佢啲錢就係我嘅。但係你知唔知，佢借嗰啲債，佢還唔到會點？關我咩事？陳浩之尖叫。總之我要佢冇錢，我要佢同你離婚，我要佢咩都冇晒。陳浩然終於忍唔住，大聲嗌：你黐線㗎！陳浩之呆咗一呆，然後收晒聲，成個客廳靜晒，淨得佢哋兩姐弟嘅呼吸聲。我企喺度，由手袋拎出手機，撳停錄音。陳浩之望住我部手機，瞳孔放大。你錄音，由頭錄到尾。我望住佢，家姐，你頭先講嘅每一句說話，都會成為呈堂證供。你同財務公司夾埋騙財，你同梁婉婷合謀詐騙，你對浩然落藥導致佢身體受損，呢幾樣嘢夠你坐好多年。陳浩之尖叫一聲撲埋嚟，想搶我部手機。陳浩然即刻攔住佢，兩姐弟喺客廳拉扯，我退後一步，撳埋第二段錄音。呢段係梁婉婷喺醫院走廊同我講嘅說話，入面清清楚楚講到陳浩之揾佢埋陳浩然身。兩段錄音，一個證人，再加銀行記錄同中醫館嘅租約，證據鏈完整到冇得甩。陳浩之終於被陳浩然撳住坐低，佢成個人癲咗咁，又喊又笑。你哋夾埋害我，害你嗰個係你自己。我望住佢，浩然對你咁好，你貪心唔夠，仲想要晒佢啲錢。你覺得你湊大佢好偉大？你知唔知佢為咗報答你，自己慳到咩地步？陳浩然眼紅紅望住家姐，我頭3年做生意賺嘅錢全部都攞去買樓俾你住，我自己租劏房，一個月食麵包，就係想你過得好啲。我同阿姨結婚嗰年，連結婚戒指都係借錢買，但我照樣買咗層樓俾你，因為我應承過阿爸要照顧你。陳浩之終於收聲，佢望住細佬，眼神由癲狂變空洞。家姐，陳浩然把聲好細，我對你真係問心無愧。陳浩之成個人塌落梳化度，好似冇晒骨頭。我望住佢哋兩個，將手機收返入袋。我已經報咗警。陳浩之擘大眼望住我，梁婉婷同黃志強都走唔甩，你3個一齊受。門外傳來警笛聲，陳浩之成個人軟晒，由梳化滑落地。陳浩然望住家姐，眼淚終於流落嚟。我行出單位，企喺走廊，望住外面嘅天，天已經黑齊，但係我覺得我終於見到光。呢場局由陳浩之報咗3個月，以為天衣無縫，以為可以鬥走晒陳浩然嘅身家，但係佢計漏咗一樣嘢，佢計漏咗一個女人喺絕境入面嘅反擊力有幾大。我撳開手機，銀行額顯示我個戶口嗰700萬仲喺度，陳浩然啲錢1毫子都冇少到，但係佢公司嗰筆爛賬，供應商嗰100幾萬，仲有財務公司嗰300萬，全部要處理。我望住手機，深呼吸，呢啲嘢
我會慢慢搞，但係今晚我想飲碗熱湯。我撳入一個號碼，係我好朋友阿玲。阿玲，你屋企有冇湯飲？有啊，冬瓜煲排骨。你嚟啦。好，我掛線。行出大廈，夜晚嘅風吹埋嚟，有啲涼。我拉高外套，行向地鐵站。身後面警車嘅紅藍燈閃閃下，我冇回頭。3日之後，陳浩之、梁婉婷、黃志強3個正式被捕。我冇去睇佢哋上庭，但我聽楊律師講，陳浩之喺拘留室入面喊到收唔到聲，不斷話我知錯啦，我對唔住浩然。梁婉婷就全程黑面，一句聲都冇出。黃志強更加縮埋一嚿，連頭都唔敢抬。楊律師話，沈太，佢哋3個涉嫌串謀詐騙、濫用藥物、盜竊，加埋，至少坐3至5年。我聽完，淨係咗一聲，呢個結局係佢哋自己揀嘅。我將注意力放返喺陳浩然公司嘅爛賬上面，供應商嗰100幾萬，我用凍結返嚟嘅資金找晒數，財務公司嗰300萬，我同佢哋傾掂數，分12期還，息口減到最低。張生喺電話入面感激到差啲喊，阿姨，如果唔係你，間公司執咗9世。張生，我同佢講，公司嘅數，以後我要睇，你睇，你隨便睇。我掛線之後，將所有賬目整理好，傳入我個電腦。陳浩然呢幾日一直住喺酒店。佢話唔敢返屋企面對我，我由得佢，因為我都需要時間諗清楚。直到第5日，佢終於打電話嚟，阿姨，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？我應承咗，約咗佢喺我哋以前成日去嗰間咖啡室。我到埗嗰陣，佢已經坐喺角落位，面前擺住2杯嘢，一杯美式，一杯熱朱古力。我望住嗰杯熱朱古力，忍唔住笑咗笑。我坐低，冇掂杯嘢，淨係望住佢。佢瘦咗好多，眼肚深到成個粒喊落去，但係佢對眼比以前清澈，冇咗之前嗰種浮躁同唔耐煩，多咗一種沉澱過後嘅安靜。阿姨，佢望住我，對唔住。我冇出聲，我知我講幾多句對唔住都冇用。我出軌，我呃你，我嫌你，我要離婚，全部係我嘅錯。就算我有病，我俾人落藥，都唔係藉口。佢停咗一停，繼續講。我記得我同你講離婚嗰晚，你喺廚房煲湯，你望住我，眼神好平靜。我嗰時覺得你冇反應，唔在乎。而家我先明，你係傷心到唔知點反應。我終於拎起杯朱古力，飲咗一啖。浩然，你知唔知我嗰晚諗緊咩？佢搖頭。我諗，呢7年我到底做錯咗咩？我朝朝6點起身煲湯，夜晚等你返屋企食飯。你病我照顧你。你忙我幫你對數，我以為我做晒所有嘢，你就會開心。我望住佢，但係你唔開心，你嫌我悶。佢面都紅晒。我嗰時俾啲藥影響，你唔好再攞個病做藉口。我打斷佢，你嫌我悶呢樣嘢，唔關藥事。你由2年前已經開始成日唔返屋企，嗰時你仲未食藥。陳浩然呆咗。你覺得我悶，係因為我淨係識得煲湯對數。你覺得我冇情趣，係因為我將所有時間擺喺你身上。你覺得我唔吸引，
係因為我已經變咗一個淨係圍住你轉嘅師奶。我講呢番話嗰陣，語氣好平靜，平靜到連我自己都有啲意外。阿姨，陳浩然想講嘢，你聽我講完。我望住佢，呢幾日我諗咗好多，我唔怪你變心，因為感情嘅嘢冇得勉強。我嬲嘅係你唔坦白，你呃我，瞞我，當我傻。佢低下頭，你當初如果直接同我講，你覺得悶，你想分開，我會放你走。但你揀咗呃我，揀咗同第二個女人一齊先同我講離婚，仲要攞走我嘅錢，所以我凍結你啲錢，我唔覺得有錯。陳浩然點頭，你冇錯，係我錯。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覺得呢個男人好陌生，以前嘅陳浩然，永遠覺得自己啱晒。佢唔會認錯，唔會低頭，唔會坐喺度聽我講嘢。而家嘅佢，終於肯聽，但係已經太遲。浩然，我慢慢講，我哋離婚。佢抬起頭，眼神入面有種我睇唔明嘅情緒。我知你會咁講。佢把聲好細，但係阿姨，我仲想試多次。試咩？試下重新嚟過。佢望住我，我知我唔配，但係我想話你知，我會改，我會去睇醫生，會處理好所有事，會做返一個負責任嘅人。我望住佢，飲多啖朱古力。浩然，你改唔改，已經同我冇關。佢成個人僵住。我愛過你。呢樣嘢真嘅，但係你傷害我嘅嘢都係真嘅。我可以原諒你，因為你俾人利用，俾人呃，但我唔可以當冇事發生過。我企起身，我哋嘅婚姻由你同我講離婚嗰晚已經完咗。陳浩然望住我，眼眶慢慢變紅。阿姨，我會搬走。間屋賣咗，錢一人一半。你公司嘅股份我唔要，但係你要簽返份協議，以後公司嘅債務同我冇關。我由手袋拎出份新嘅離婚協議書，放喺佢面前，你睇下，冇問題就簽。陳浩然望住份協議書，雙手震晒。你真係要做得咁絕？我唔係絕，我望住佢，我只係想重新開始。佢沉默咗好耐，最終拎起支筆，簽咗名。我收返份協議書，放入手袋。浩然，我行到門口，轉頭望住佢，你好好照顧自己。佢坐喺角落，一個人對住兩杯嘢，成個背影好孤單。我轉過身，推門走出咖啡室，外面陽光明媚，我擘大眼望住個天，覺得成個人輕咗好多。呢一刻，我終於明白，放低一個人，原來係呢種感覺，唔係唔愛，而係選擇將自己擺喺第一位。我撳開手機，銀行額顯示我個戶口仲有300幾萬，再加埋賣樓分到嘅錢，夠我重新開始。我打俾阿玲，玲陪我去睇樓。好啊，你終於肯搬啦。搬，我笑住講，搬去一個冇佢嘅地方。我哋約咗喺中環見面。阿玲一見到我就攬住我，阿姨，你瘦咗，但係靚咗。瘦係因為呢排冇胃口，靚係因為終於瞓得着。佢笑住打我一下，你仲識講笑，即係冇事啦。我哋行入地產鋪，經紀帶我哋去睇一個單位，400尺，開放式廚房，有露台，望到笑笑海。我企喺露台，
望住外面嘅風景，覺得呼吸都順暢咗。就呢間，我同經紀講，搞掂租約之後，我同亞玲去食飯，佢叫咗支啤酒，我就要咗杯熱檸水。亞兒，你之後有咩打算？我想開間鋪頭。開咩鋪？湯鋪。我笑住講，我煲湯煲咗7年，都出心得嚟。我想開間細細間嘅湯鋪，賣住家湯，夜晚做到10點。亞玲拍手，好啊，我一定幫襯。到時你嚟飲湯，免費。我哋兩個笑住碰杯。食完飯，我返到酒店，暫時仲未搬得入新屋，要等裝修。我坐喺酒店床上面，望住天花板。呢幾日發生嘅事，好似一場戲，由我凍結陳浩然啲錢，到發現佢有病，到揭穿陳浩之嘅陰謀，到梁婉婷同黃志強被捕，再到今日簽離婚協議，全部嘢發生喺10日之內。10日之前，我仲係一個全職師奶，每日嘅煩惱係煲咩湯、買咩餸、老公幾時返。10日之後，我嘅人生完全唔同晒。我坐起身，打開電腦，開始寫湯鋪嘅計劃書。寫到一半，手機響，係陳浩然信嚟嘅信息。亞兒，我聽日去復診，醫生話要再做詳細檢查，確定腦入面粒嘢嘅性質。我會好好面對，你放心。我望住條信息，停咗一陣，然後我復咗2個字：加油。佢即刻復：多謝。我放低手機，繼續寫計劃書，寫到夜晚12點，我熄燈瞓覺。臨合埋眼之前，我望住窗外面嘅月光，覺得個心好定。呢個世界冇咗邊個都一樣轉，但係我嘅世界由聽日開始會轉得好唔同，因為我終於揾返我自己。3個月之後，我間湯鋪開張，鋪頭細細間，得6張台，廚房喺後面，我一個人睇火，一個人煲湯，一個人收錢。朝早6點起身去街市買料，夜晚10點收鋪洗煲，累到成個人散晒，但係我覺得好充實。開張嗰日，亞玲帶咗成班朋友嚟撐場，成間鋪頭逼到爆。我由廚房行出嚟嗰陣，見到一個熟悉嘅身影坐喺角落頭，陳浩然。佢着住件簡單嘅 T 恤牛仔褲，冇晒以前嗰種西裝骨骨嘅架子，瘦咗好多，但精神好咗。佢望住我，笑得好淡。我行過去，你點知我開鋪？亞玲講嘅。佢指指台面碗湯，我飲咗碗花膠螺頭湯，好好飲。我望住佢，你身體點？做咗手術，粒嘢切咗出嚟。化驗結果話良性。佢摸下個頭，醫生話食多幾個月藥就冇事。恭喜你。佢點頭，多謝。我哋兩個坐喺度，有一陣沉默。亞兒，佢先開口，我上個月去咗探家姐，我冇出聲。等佢繼續講，佢瘦咗好多，喊住同我講對唔住。我冇答佢。淨係話我會定時寄錢俾佢使，你仲肯理佢？陳浩然望住我，佢係我家姐，我唔可以完全唔理，但係我同佢講清楚，以後唔會再見面，淨係每個月過生活費。我點頭，你做得啱，亞兒。佢望住我，你間鋪頭，我會成日嚟幫襯。我笑咗笑，好啊，熟客有折扣。佢都笑，但係眼神入面有啲嘢。我避開佢嘅目光，企起身，
你慢慢飲。我去廚房睇火，行入廚房嗰陣，我停低腳步，靠住牆壁深呼吸。3個月，我以為自己已經放低晒，但係見到佢嗰一刻，個心仲係會抽一抽。不過呢種感覺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心痛，而係一種類似懷念嘅嘢，懷念我哋曾經有過嘅好日子，但唔會再想返轉頭。我洗咗把手，繼續煲湯，日子一日一日過，湯鋪生意越嚟越好，有街坊日日嚟幫襯，有放工嚟飲碗湯當晚餐，仲有幾間附近嘅寫字樓叫我做外賣。我請咗2個助手，一個叫亞芬，一個叫薇，2個後生女，學嘢好快，1個月之後已經可以自己睇火。我間鋪頭由朝做到晚，夜晚收工之後，我會坐喺鋪頭入面對住煲湯嘅火，諗下聽日煲咩新款式。呢種生活簡單，但係實在。有一日落大雨，鋪頭好靜，我得閒坐喺門口睇雨，手機突然響，係楊律師打嚟。沈太，有件事同你講。咩事？陳浩之個案上個禮拜判咗，佢判咗4年，梁婉婷同黃志強各判3年半。我咗一聲。仲有，楊律師繼續講，富利財務因為涉及非法借貸，俾金管局釘牌。佢哋之前借出去啲錢，有部分因為手續問題變咗無效，即係話浩然先生嗰300萬可能唔使還。我呆咗一呆。楊律師，你講真㗎？真㗎，我已經幫你入咗文件，等法院確認。我掛線之後，望住外面嘅雨，忍唔住笑出聲。300萬唔使還，陳浩然欠嘅債一筆勾銷。我即刻打俾陳浩然。佢聽完之後沉默咗好耐，然後把聲有啲震。阿姨，多謝你。你唔使多謝我，係楊律師功勞。但係如果冇你，我根本唔會請律師，唔會上訴，唔會。浩然，我打斷佢。你以後好好做人就得。佢又沉默一陣，然後講，我會。我掛線之後，望住煲湯嘅火，覺得成件事好似一個句號。陳浩之坐監，梁婉婷坐監，財務公司釘牌，啲債唔使還，一切嘅嘢終於塵埃落定。嗰晚收鋪之後，我冇即刻返屋企，我行咗去海旁，一個人企喺欄杆前面望住個海。夜晚嘅海黑沉沉，但遠處有燈光閃閃下。我諗起好多年前，我啱啱嫁俾陳浩然嗰陣，我哋都係企喺呢個海旁。佢攬住我條腰，話：阿姨，將來我哋會過得好幸福。嗰時嘅我信到十足，而家嘅我終於明白，幸福唔係靠人哋俾，而係要靠自己揾。我由手袋拎出手機，撳開銀行額，望住個戶口。呢幾個月湯鋪賺咗少少錢，加埋之前賣流分到嘅錢，我戶口入面有500幾萬。呢筆錢夠我過好耐，但我唔會再靠筆錢過活。我要靠我雙手，靠自己煲嘅湯，去過我嘅人生。我收埋手機，轉身行返屋企。行到一半，電話響，係亞玲。阿姨，你睇下 Facebook， 有人寫咗篇文講你間湯鋪，話係全港最好飲嘅住家湯，而家成千人 share。我撳開 Facebook， 真係有篇文，寫得好詳細。
話我間湯鋪嘅湯飲到阿媽嘅味道，仲話老闆娘成日笑，好似咩煩惱都冇。我望住篇文，忍唔住笑。佢哋唔知呢個好似咩煩惱都冇嘅老闆娘，幾個月之前仲喺度喊住煲湯，但係冇所謂，人哋點睇我已經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我終於揾返我自己。第二日朝早，我照常6點起身去街市，買完料返鋪頭。亞芬同味已經到咗。老闆娘，今日煲咩湯？淮山杞子螺頭湯，再加個冬瓜薏米湯，好嘢。味拍手，我鍾意冬瓜薏米。我笑住圍上圍裙，開始處理材料。鋪頭開門冇耐，第一個客入嚟係陳浩然，佢坐喺角落頭個位。叫咗碗淮山杞子螺頭湯，我捧碗湯出去放喺佢面前，佢望住我，阿姨，你間鋪頭而家好出名，多謝。我笑住答，佢飲咗啖湯，然後望住我有啲嘢想同你講。我企喺佢張台旁邊，咩事？我決定將公司賣俾張生。我意外，點解？我想重新開始。佢望住我做咗咁多年生意，原來最想要嘅唔係錢。我諗住去讀返書，以前冇讀完嘅大學，我想讀返。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覺得佢變咗好多。以前嘅陳浩然，覺得錢係一切，而家嘅佢，肯放低公司去讀書。你讀咩？心理學。佢笑得好淡。我想搞清楚，人點解會做錯決定，點解會傷害身邊嘅人。我點頭，撳你加油。佢望住我，眼神有啲複雜。阿姨，浩然，我打斷佢，你讀書還讀書，唔好諗其他嘢。佢窒咗一窒，然後笑住點頭。好，我唔諗。佢飲完碗湯，放低錢就走咗。我望住佢嘅背影，企喺鋪頭門口。亞芬行出嚟，老闆娘，佢係咪你前夫？係，佢好似仲鍾意你。我笑咗笑，鍾意還鍾意。我哋已經行完。亞芬似明非明淡點頭，然後返入廚房。我望住街上面嘅人來人往，吸咗一口氣。呢個世界好大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。陳浩然揀咗讀書，我揀咗煲湯。我哋各自行自己嘅路，唔再交錢。夜晚收鋪之後，我坐喺鋪頭入面，打開本記事簿，寫低聽日要買嘅材料。寫到一半，我停低筆，望住鋪頭四面牆。呢間鋪頭係我用自己嘅錢租嘅，自己裝修嘅，自己一手一腳搞出嚟嘅。佢唔大，但係屬於我。我由手袋拎出一個信封，入面係陳浩然寄嚟嘅一封信。佢上個月寄嚟，我一直未拆。今日我拆開，信入面得幾行字：阿姨，多謝你，多謝你喺我最差嘅時候冇放棄我，多謝你幫我處理晒所有爛攤子，多謝你放我走。我而家明白，愛一個人唔係要擁有佢，而係要佢幸福。你幸福，我就幸福。浩然，我望住封信，睇咗3次，然後放返入信封，收埋喺抽屜入面。我關晒鋪頭啲燈，鎖門，行出街。夜晚嘅風吹埋嚟，涼涼地。我拉高外套，行向地鐵站。聽日又係新嘅一日，我仲要煲湯，我仲要生活，我仲要好好地過我嘅人生。
傳聞完，煲咗咁多日湯，多謝你哋陪我一齊飲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留個言，share 俾你啲朋友。女人最緊要企得穩，你哋都一樣，加油！